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行日，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子民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今仔日所要读的经节是《歌罗西书》第1章15节到23节。15节，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，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。领界坐王位的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，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还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。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始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对世人中国外的。通伫万有中争做第一，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予万有，无论伫天顶也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，来促成和平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。心思甲伊对敌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通过家己的囝的肉体的死，互恁甲伊和好，成做圣洁，无缺点，无通嫌的祭面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的所有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以上，今仔日的分享，伫这个世界内底，破碎的关系，敢若比和好搁较接看到。人甲人中间有冲突，厝内的人有空徛，社会有拆离。连个人内心深处嘛定有矛盾甲失落，甚至人甲上帝的关系嘛出现问题。歌罗西书1章15节到23节指出核心：好好的根基是伫基督，伊是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形象。只有真正认捌上帝，才会当知影好好的福音。这段经文是一段俄罗斯赞美诗的形式，指出上帝的囝基督是超越万有的大囝，伫一切被造进前就存在啊。借着基督，上帝创造了万有。同时，基督嘛是对世人中国外的头一位，是救赎的主。
基督完成救赎的工课，就是上帝的重要旨意，要互世界被造一切，借着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甲上帝和好，互天的万有搁再归属伫上帝。人若想要知影上帝是安怎的上帝，就爱看耶稣。罪的本质，毋若是违反律法，更加是拒绝上帝，远离上帝。和好第一步是上帝主动互人搁重新看到伊，伫基督内底，甲未得到的上帝变成做通亲近的。真正的和好，毋是我心内较平安尔尔，是规个生命重新转来到为主来活的正确位置。咱的人生若离开基督，就会走蛇乱草草。毋是因为咱无够拍拼，是因为无转来生命原本的中心。和好毋是对人的拍拼来的，是对基督的牺牲。十字架是上帝主动承担破裂关系的代价，无十字架就无真正的和好。咱以早是甲上帝断绝的，因为即个恶所行甲伊对敌，也毋过福音带来转世，借着伊囝儿肉体的死，上帝互咱成做伊的朋友，伫伊的面头前圣洁无欠点，无通指责。保罗提醒信徒爱持守信仰，坚持伫坚固的基础顶悬，莫放弃当初领受福音的时阵得到的愿望。这毋是否定恩典，是指出真正经历好好的人，生命定着有方向、有坚持。咱毋是靠行为来领受救恩。是因为已经伫咧和好的关系内底，所以毋免对施世来行，免互假福音来吸引。和好的福音，毋是互人随意生活，是互人袂搁再为家己来活，袂搁互错误的话语迷去，无搁失去愿望。持守信仰，毋是喙齿经历。是徛条条伫基督已经成就一切的根基顶悬。和好的起点在伫基督的身份，和好的代价是十字架，和好的结果是关系的恢复，和好的步调是小连线徛稳伫福音内面。今仔日的世界悠然充满遐力，毋过教会受调。要成做好好的见证，因为咱毋是咧传递一个理念，是伫咧见证一个互万有甲上帝好好的基督。别想，我敢是真正认捌耶稣，毋若是救主，更加是我生命的主甲生命中心。我的生命敢是反映我已经甲上帝已经和好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阮感谢你伫十字架顶来成就和平，互我无搁甲上帝隔离，会当转来到天父上帝的形前。恳求你，互我一生会当成做你的器皿，来宣扬甲主和好的福音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才出生，因为耶稣入光明，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日